这个用播放清单的影片要来查单字 LEARNT， 现在要怎么快速进入这个播放清单的位置呢？用 OK Google 语音助理，从手机萤幕正下方的圆圈圈按长按。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我可以帮你搜寻相关资讯。很快，比自己在那个 Google 的网址栏打字还要快很多。但是会跑到其他的资料，再弄一次，按正下方。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反应没有那么快耶，还在按喇叭，按麦克风。OK Google， 请连接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我可以搜寻相关资讯。这样就已经很快了，比那个在 Google 的网址栏打字还快多了。按搜寻结果，你看有看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你看进入在说明区可以下载全台地区数十商店总整理的手机程式 APP 呢，很好用了走到北部，走到南部，走到中部，把它打开来看有连结，很方便可以了解状况。对呀，要找那个按进去找那个播放清单，按进去找播放清单，因为这是开放的，所以可以进去找播放清单。你看播放清单里面呢，要去找那个英文的你看有找到了，还算很快就找到了英汉字典有声书超大字版，极简版大字，超大字版极简版。看这个不晓得字首是什么到什么，把它转平方向，把它转水平的。然后你看字首最下面那个字首是从 A 开始的，这个历史时代，哪一个图会跑到按那个图，按那个记号，看看会跑到第一步真的嘞，播放键然后左右边的到底的键的符号，按右边就是到第一个不对，到后面，但是这个字首一个是原来按这个符号是跑到那个播放清单的最下面了，但是现在要找的是 L 应该是在 L 开头的话，应该在第二个影片好像有看到 L 看到了不然还没有呢。倾斜 ，leave 跳跃，现在要跳跃 ，leaves 跳跃，学习快到了 ，learn 跳跃 ，learn 学习 ，learn 学习，然后过去，learn 学习过去分词， ，learner 学习者
Learning 学问。但今天从那个记忆游戏英文版看到 Learn 学习。LEARNT， 学习。真的嘞 ，LEARNT 嘞，也是学习耶 ，LEARNT 也是学习耶。哦，这个还在研究，因为以前学到的是 LEARN 加 ED 啊。这样会了哈，你看有播放键，然后往左边到底，往右边到底的符号。往左边到底的符号是上一个影音档，就是播放清单的比较上面。按右边到底那个符号是播放清单的右下方、右下面的影片档案。但是这个先播放清单影片是先上传的，排在下面。那新的是排在上面，所以这个字首也前面的 A 啊哈，影片的 A 在 A 下面。